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因，又何来今日的果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这说明一切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奸邪封侯之徒，你们是义父派来的人。小兄弟，这么紧急的事，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啊？城里事务实在太多，杨副将抽不开身。陆大哥，别出来！陆大哥，你快进来！别让他们发现孩子。别哭了，董长，别哭了。你们谁敢上？所有人，换弩箭！不好，撤！阿诗。阿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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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，你睁开眼看看阿姐。不可能，你不要跟阿姐开玩笑，阿诗。别吓阿娇吗？阿诗。